咱台湾今年的太平洋乌昂船会当掠的配额是1965吨哦，也毋过昨统计已经掠超过9成咯。农业部伫初九嘛公告讲，6月12日开始就袂当搁掠，向通知讲袂当搁掠，互东港的渔民搁有点价哦，是真怨叹。 渔港伫船顶整理渔线顶设备，台湾今年太平洋乌昂船的总渔量配额是1965吨，因为初九累积渔量已经来到配额的9成。农业部同一天发出公告，12日0点开始停止掠乌昂船，但有船长认为通知伤过临时。较换对啦，阮是即摆即外礼拜，即摆昨下收到渔会信息，那有诶报记好诶处理过，你掠啊。 维护房迄个12号进程，唔知有诶就变咯。渔会表示，东港乌昂船身高尾数已经超过4800尾，创15年来新高。嘛因为安尼有配额的问题，但12进前掠的乌昂船若有向渔业署通报，也是会使入来市场拍卖。多少是会有一点预期性，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鱼的新鲜度、鱼的那个品质。新的乌昂船看起来真好食，乌昂船季节都拄着肉粽节连假。 吸引真侪游客来东港食乌昂船，面对政府临时通知渔民袂使搁掠，民众看法无同。应该是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去补偿或做一些调整。今天冷冻技术那么好，之后还是吃得到。船东店家拢有苦衷，但渔业署嘛表示，遵守掠鱼国际规范是所有参与掠太平洋乌昂船国家的义务。掠的配额经过统计，若有剩会使留到明年使用，希望渔民会使配合，维护乌昂船资源永续利用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屏东报道。